为伫即个大降价的时，咱要搁一摆欢迎主耶稣要出世伫咱的中间，因为主耶稣已经陪伴咱非常非常久啊，阿们吗？因为伊是咱生命中的主，伊是咱生命中掌权的主，阿们吗？所以咱搁要一个一届，用咱敬拜的心来学乐伊，来称颂伊的名，因为伊是堪得咱学乐的，伊是堪得咱敬拜的。